了解家鄉嘅歷史，感受中山嘅歷史文化氣息，歡迎收睇《中山故事》。超哥啊，今日我哋嚟到龍頭環嘅周氏大宗祠呢度啊。咁講起周氏咧，我就諗起一個中國最古老嘅朝代夏商周嘅周朝。咁周氏呢個族姓同周朝係咪有一定嘅聯繫嘅咧？係啊，嗱，因為咧周朝之後咧，佢嘅周朝嘅子孫咧，佢哋一路落到嚟咧，就沿用咗周氏啊，將周作為一個族姓，可以係咁講，周氏咧就係周朝嘅遺民，或者係周朝皇族嘅後代嚟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哋雖然講喺幾千年之後咧，佢個周朝滅亡咗之後，佢嘅子孫都沿用咗周呢個作為姓氏，所以嚟講咧，周姓咧可以講係最古老嘅族姓之一嚟嘅。不如我哋一齊去睇睇呢個古老嘅族姓同我哋古老嘅呢個周朝嘅一定嘅關係。周姓係最古老嘅族姓，遠古嘅時候，黃帝時期就有周姓嘅人為大將。周武王消滅咗商朝，建立咗周朝。周武王死後，佢嘅細佬周公列政，佢東征各界，大規模分封諸侯，其中姬姓國就有53個。呢啲姬姓國家嘅後裔，大都係以國以地為姓，居住響河南臨滬一帶嘅周氏最為集中，亦都係當地最大嘅望族。所以周姓子孫多數都係以汝南為郡望。沙溪龍頭環周族，佢嘅宗祠以連溪為唐號，彰顯咗廣東祠堂文化嘅一大特色。明初朱元璋建立王朝之後，將部隊分駐邊防屯田。龍頭環開基始祖周子明，響洪武4年，即係1371年，從東莞黃塘從軍嚟到香山屯田為總旗官。明正統年間，以從軍香山屯田嘅將士友好，就選擇咗龍頭環立村。初時呢，龍頭環、龍聚環呢都叫做田村，龍聚環呢就係南寨啦。龍頭環就北寨啦，咁就分兩條村。個朝呢初時呢就有13個人，叫13丁，就9個姓，就叫做9姓13丁啊。就有個周，姓周、姓劉、姓黃、姓楊、姓侯、姓譚、姓歐、姓陳，仲有一個大肚王。9姓之中呢，有13位男人，所以就叫做9姓13丁。超哥啊，我發覺咧行入周氏大宗祠咧，同其他宗祠有啲唔同嘅，就係佢哋喺天井嗰度咧擺咗一盆蓮花嘅，而且呢一盆蓮花咧生得好茂盛、好靚嘅。咁樣講嚟咧，係咪周氏同蓮花咧係有好大嘅淵源喺度㗎？講起周氏祠堂入邊嘅蓮花咧，可以同我哋中學嘅時候咧讀過一篇文章，叫做《愛蓮說》。《愛蓮說》嘅作者咧，周敦頤咧，就係咧同呢個周氏祠堂好大關係㗎。難怪一入周氏祠堂咧，就見到佢嘅屏風上邊寫住愛蓮世澤4個字嘅。《愛蓮說》嘅作者周敦頤係宋代理學嘅開山祖，佢出生響湖南嘅道州營道縣，晚年居響江西嘅廬山蓮花峰下邊。家居前面一溪水長流，稱為蓮溪，所以世稱蓮溪先生。龍頭環周氏以蓮溪為堂號，並非係只此一家。廣東周氏大都係以蓮溪為堂號，點解呢？帶住呢個問題，我哋專程趕赴到廣州，請教咗廣東周蓮溪中支源流分布譜嘅編修委員會秘書組負責人周志忠先生。周敦頤呢，佢為官30幾年，就響廣東呢就做咗4年官。後來周敦頤第4代周植興
就開始咧就嚟作為廣東嘅主島。沙溪龍頭環咧係孫游，即係佢第7代嘅後代開始由東莞開始嚟嘅。中山現在姓周嘅大概有14條村，有人姓周嘅，屬於廉溪嘅，即係周敦頤嘅後代嘅有7條村。周敦頤所著嘅《太極圖說》同埋《通書》，整合咗儒道釋等多間學說，而構造咗無極而太極嘅宇宙本體論，認為自然以人，天道以人道，都係統一響宇宙本體嘅。佢列入中學教材嘅《愛蓮說》，係將人生理念嘅價值取向融合於自然物之中，巧妙咁將文學與哲學嘅思想糅合於一體，將蓮花嘅君子品德升華到人生理念嘅高尚境界。尤其以出淤泥而不染，擇清廉而不妖，成為古今中外嘅警世名句。周敦頤嘅理學思想得到歷代統治者嘅褒崇。宋元明清，佢先後被追封為汝南伯、道國公，並頒令各地開設廉溪書院，傳播佢嘅學說，稱為廉學。憑呢塊長界就確定佢係廉溪書院啦，因為我哋嘅族譜裏邊有記載嘅，即係呢個廉溪書院舊址。呢個周廉溪祠地長界咧，就係清朝嗰時候已經有嘅。呢個周廉溪祠地，但係憑住呢個地長界，所以文化局咧就確定呢間係廉溪書院。我哋後邊呢，就係周氏祠堂嘅正堂。嗱，正堂上面寫住道元堂，係啊。嗱，道元堂點解你知唔知啊？咁你要聽阿超哥講下故事。嗱，佢哋周氏嘅先祖周敦頤呢，就出生喺湖南嘅道縣。嗯。咁咧，周敦頤呢，對理學嘅研究呢，有好深嘅造詣嘅。咁佢從道同埋理呢方面呢，佢引申咗佢一個哲學體系，就係為今後嘅程朱理學呢打落咗基礎嘅。哦，聽到超哥嘅一席話之後呢，我都有所明白啊！你細讀周敦頤嘅《愛蓮說》呢，睇到佢寫到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淤泥而不染，佢係將自然嘅景物呢與人生嘅哲理當中，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㗎。嗱，即係話從呢個咁樣嘅講法呢，就引申到我哋周姓呢個族姓呢，就佢有一定嘅思想基礎同埋有一定嘅道德基礎喺度。深子而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係宋代程朱理學系統咁總結咗儒家學說，而確立安身立命嘅做人規範，將心學內容列為族人嘅訓條，係廉溪周族嘅文化特色。而響呢一族姓嘅文化中，指引咗龍頭環周姓子孫以教書育人為職業，從而引出咗一條教師街嘅街話。響龍頭環有一條被譽為教師街嘅鴨乸塘正街，據記載呢條鴨乸塘正街嘅民居依次排列成7條巷，居住着110戶人家，350幾人。住戶入邊唔少係世代書香家庭，大多數從事教育工作。有人統計過，呢條街出咗10位校長，近100位老師。要知道呢條街並唔係我哋規劃中嘅教師住宅宿舍區，咁高比例嘅教師數量，可以講喺鄉村之中係好罕見嘅。呢啲老師當中，有啲已經退休頤養天年，有啲仍然繼續辛勤耕耘響3尺講台之上。至於執掌教鞭嘅形式，亦都可以講係包羅萬
友，比如講有夫唱婦隨嘅，有兄弟攜手嘅，有子承父業嘅。嗰條街呢，因為好多人都出外做教師嘅多，特別係大沙田啊，好似橫欄啊、古鎮啊、東涌啊、兆南啊咁樣，即係遍佈各個鄉鎮都有啊。我老豆以前就做教師嚟嘅，我有6姊妹啊嘛，有4個都係做教師，我最近就退咗休啊，都係受到嗰啲，都係受到我老豆啲影響啊，係咪？你做埋嗰行啊，係咪？自己都別樣熱愛嗰行啊，教師育人咯，嗰條街呢，平時呢都好多學生出入，係咪？去老師度拜年啊，特別時屆啊、探訪老師啊，都好多嘅，好熱鬧嗰度。沙溪龍頭環州族子孫周松，佢個父親原嚟就係一位窮嘅教書長。周松自幼隨父就讀，睇到農村小孩讀書不易，教書亦都好難。佢曾經表示，如果我得志嘅時候，亦都以振興教育為自己嘅職責。當時佢為咗謀生，遠赴美國從業經商，創辦咗中興公司。由於佢經營得法，成為富商。佢事業有成之後，就返鄉下辦起咗周松小學，當時成為一大善舉。即係話佢以前咧鄉下嗰陣咧好窮嘅，靠賣雞蛋啊，做嗰啲小販啊咁為生嘅。後面咧就出在外國，咁咧揾到錢嚟講咧，就知道家鄉咧就比較窮，所以咧就自己捱過苦啊，所以嚟講咧有盡自己嘅所能咧嚟支持家鄉嘅父老兄弟啊，何必支持教育啊，改善環境衛生啊，搞家鄉嘅建設啊，咁咧就不遺餘力。但係學校嘅一切嘅經費呢，由佢個人完全負擔，完全由佢負擔。咁佢就買到啲樓房啊，喺香港收租，收到嗰啲租呢就嚟供給翻嚟做經費。我讀書我喺周中學校讀，我第二屆畢業嘅。那這兩張照片呢是這樣的，這一張照片是40年前的周松學校的原貌。你看，我們40年前呢都已經有很多學生在這裡了，而且它的結構呢都是水泥結構，是非常漂亮的，建築也非常新穎。那這張照片呢，就是我們的周松先生和校董周克民先生一起合照的。這一位是周松先生，這一位是周克民先生。周松小學為周姓子孫以及鄉人培養大量嘅人才，到依家仍然為龍頭環鄉人津津樂道嘅美事，亦都可以講係連溪公後裔達則兼濟天下嘅好楷模。一個名人呢，就帶動咗呢一個族姓嘅道德規範。咁咧即係話呢，作為好似喺我哋中山呢，類似於咁樣嘅族姓呢，仲好多嘅。冇錯啦，其實有時行落龍頭環呢啲地方呢，你會覺得呢個地方嘅村民係非常之淳樸，而且有一種文化嘅底蘊喺度嘅喎。嗱，作為一個族姓能夠傳承到依家，佢唔僅僅係一個符號，而且呢仲係一種精神風貌嘅傳承嚟。超哥講得一啲都冇錯啦，呢個同佢哋族姓一種精神嘅傳承係分唔開嘅喎。如果你有啲咩意見同埋建議，可以登錄我哋嘅博客網站，同我哋一齊探討一下族姓嘅源流嘅。好啦，今期嘅節目時間就到呢度，下一期再見啦，拜拜。